各位大家好，又嚟到咧11月份咧，我哋嘅例會時間喎。咁咧，首先喺呢度咧，好想咧都多謝大家。我哋咧中心咧已經喺10月25號咧開始開賣呢個愛心券啦。咁咧當日咧，我哋都有喺國福村嘅平台啦，同埋白石角嘅海濱長廊啦嗰度咧售賣嘅。咁啊，我哋咧就雖然咧大家都多謝義工嘅支持啦，多謝街坊嘅支持啦。不過咧，我哋嘅善款咧都仍然未達標。咁咧，如果咧大家都繼續想支持我哋，有興趣咧支持崇真會嘅愛心券咧，請大家喺今個月11月30號之前咧就可以嚟中心咧嘅辦事處嗰度咧，就同我哋去買愛心券，多多益善，少少無區。你哋嘅支持咧就係我哋最大嘅力量啦。好，咁啊推介完愛心券之後咧，都想咧推介啲好嘢俾大家。咁咧其實咧喺香港咧就每一年咧都有長者日嘅喎，唔知大家知唔知係幾時咧？原來咧都係11月份嘅。11月份嘅第3個星期日咧，就係每一年咧香港定嘅長者日啦。咁當日咧，如果你哋係有長者卡同埋樂悠卡嘅話咧，原來咧好多地方咧都有一啲優惠嘅喎，包括咗交通啦，所有交通咧都係免費嘅。咁當然啦，機鐵啊嗰啲就除外嘅，係啦。咁啊，另外咧就係咧一啲公共嘅設施啦、啲景點啦，譬如咧去昂坪360啦，咁就會有優惠價啦，係啦，或者咧香港摩天輪咧就可以免費乘搭嘅。咁啊，如果一啲博物館啊、文化中心啊或者嘅游泳設施咧，原來咧都有咧一啲長者咧可以優惠入場嘅。譬如咧，如果去游水咧，就可以咧60歲以上嘅長者同埋其中一位嘅同行者咧都可以免費入場嘅喎。係啦，咁啊，大家可以把握機會啦。咁啊，仲有咧餐廳啦，或者買嘢上面咧，其實咧都有唔同商戶咧都有優惠。咁你話啊，你都唔知道邊一間有，唔緊要，你去到嗰啲餐廳或者喺啲商鋪嘅時候咧，留意下佢哋有冇貼一啲海報啦，或者咧有冇咧就直接問下佢哋啊，今日長者卡、長者日有冇優惠啊？咁啊，希望呢個資訊幫到大家。好，咁另外咧就講下咧12月份嘅活動啦，係咪？咁啊12月份咧先講一樣咧香港比較大家關心嘅嘢，唔知大家咧最近睇新聞有冇留意咧？就係12月7號係啦，咁咧就係選舉日啦，咁咧都喺呢度呼籲下大家啦，即係如果大家係登記做選民咧，都可以咧去投票嘅，係啦，咁好，咁嚟緊咧12月份咧就有精彩嘅活動咧想介紹俾大家喎。係啦，咁咧我之後講呢4個活動咧，大部分咧個名額都好多嘅，所以咧大家咧可以咧盡情報名喎。咁首先咧第一個活動咧就請大家所有會員都要有印象知道呢件事喎，就係咧我哋中心咧喺12月嘅11號係啦，咁咧就會咧舉辦中心例會暨會員大會。咁咧每一年度咧我哋都會舉辦一次嘅會員大會啦。咁會員大會咧就會喺廣福社區會堂嗰度進行嘅。係啦，咁我哋都會報告下即係過去呢一年嘅活動嘅情況啦、服務嘅狀況啦，咁係啦，咁同埋有啲嘢咧，可能有啲新嘅資訊咧，就會喺度同大家講翻啦，係啦，咁啊，我哋呢個名額咧，當日咧都超過100位長者係可以參加嘅，咁如果有興趣咧，就一定要報名啦，就12月11號會員大會，大家記得留意啦，係啦，咁第二個活動咧就係咧奇異養生館同樂日，係啦，咁就會係喺咧12月18號星期4嚟嘅。咁咧，我哋咧就到呢一個活動咧，就係老有所為嘅資助去舉辦嘅啦。咁我哋之前咧都舉辦咗一系列嘅奇異養生館一啲嘅中醫講座啊、義工嘅活動啊。咁我哋當日咧就12月18號咧就係一個結業嘅同樂日嚟嘅，係啦，即係成個活動嘅總結啦。咁我哋就會去曹公潭戶外康樂中心玩一個日營，係啦。咁我哋有個收費咧20蚊，包車包玩包食，係啦。咁希望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嘅咧都可以報名啦。咁啊，第3個活動咧，就想推介咧，就係咧一個叫做靜聽歲語社區推廣計劃，係啦，咁咧唔係一個活動，係成個計劃喎。咁其實咧，因為我哋好開心啦，可以攞到咧房委會嘅撥款資助啦。咁咧嚟緊咧就會喺廣福村就做呢個靜聽歲語。咁咩係靜聽歲語咧？其實咧就係都想鼓勵社區人士咧就多啲聽、多啲講、多啲交流、多啲關心。咁我哋希望咧喺廣福村咧就建立一個咧長者友善社區。咁所以嚟緊咧都有好多一系列嘅活動喎。咁咧就率先咧就喺12月13號星期六咧，我哋有一個靜聽歲語嘅攤位同樂日，咁就會喺咧廣福村嘅平台嗰度咧就舉辦嘅。咁大家咧就記得嚟參與嚟玩下啦。好，時間咧就係12點半到3點半嘅。好，咁最後咧有一個活動咧就係12月嘅最後一日舉辦嘅，
係啦，12月最後一日就係12月31號啦，話係除夕嘅大日子係咪？咁我哋咧就將我哋今年嘅年度主題計劃咧嘅一個成果禮咧都擺咗喺呢一日度去嘅舉辦喎。咁都希望咧係同大家回顧翻我哋今年嘅年度計劃。年度計劃係咧顧住你綻放旅程。咁係一個咧關顧照顧者精神健康嘅一個計劃嚟嘅。咁當日咧會有一啲活動俾大家體驗啦，亦都會有一啲影相嘅時間啦，亦都有啲分享嘅時間啦，有啲表演嘅時間，節目咧都好精彩嘅。咁呢個咧我哋都有100個名額嘅，免費參加係啦。咁請大家咧有興趣咧就記得填翻你嘅抽籤表係啦，就話俾我哋知你嘅興趣，然之後咧我哋就即係希望大家都一齊嚟玩，一齊報名。好，最後咧提大家咧，今個月嘅抽籤表咧就要喺11月14號嘅下晝5點鐘之前咧就交到嚟中心，係啦。咁11月26號咧就會公布呢個抽籤結果㗎啦。好多謝晒大家，拜拜。